電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，俾你輕鬆喺屋企充電，享受綠色出行新體驗。呢個計劃提供更靈活自主嘅充電選擇，鼓勵大家喺非高峰用電時段內充電。唔單止善用電網資源，仲可以慳到錢，齊智慧充電。只要你喺每日夜晚11點到第二日下晝4點，長達17小時嘅非高峰用電時間內充電，即享約15%電費優惠。有安裝咗獨立電錶嘅電動車主已經率先參加咗呢個計劃，一齊聽下佢哋嘅分享啦。我喺屋苑嘅停車場車位度安裝咗充電器，仲安裝埋中電嘅獨立電錶添。而家除咗喺商場充電，仲可以喺屋企樓下充電，勁方便。我用電動車個 app set 定夜晚11點後自動充電。第二朝起身，架車已經充好電，隨時可以出車，慳錢又方便。申請參加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都好簡單，幾個步驟就搞掂。收到電郵通知成功批核之後，新嘅價目喺下一個帳單週期就會生效。自從調整咗充電習慣，我嘅電動車電費比起以前的確係平咗。我轉咗用電動車2年，環保啲，能源費亦都平啲。安裝咗電動車嘅獨立電錶，屋企同電動車嘅用電會分開計算。依家申請埋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就更加慳錢。用埋中電 App 一次過管理晒住宅同電動車嘅電力帳戶，我就可以隨時隨地 check 晒間屋同架車每日同每小時嘅用電量，用咗幾多電，一目了然，自然就更加有預算啦。呢個計劃有咁多好處，咁點申請呢？只要符合呢4個申請資格，就可以即刻申請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，擁有中電電動出行電力帳戶，已安裝中電獨立電錶，充電設施位於住宅停車場內，並僅供私人使用。留意返，申請客戶主要分2類，現有電動出行電力帳戶嘅客戶，只需簡單幾步就可以申請參加計劃。登入中電 App， 先點選電動車充電設備用電價目，然後點選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，最後撳立即申請，咁就完成啦。至於新客戶都可以根據以下幾步簡單辦妥。第1步，先申請中電溫帳戶，登入之後點選申請供電電動車充電，按指示填好申請資料，最後揀埋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，咁就大功告成啦。大家立即申請，一齊體驗方便又靈活嘅充電模式啦！